王維基由 CTI 做回撥 IDD 開始，就俾人吹捧成極具香港本土特色嘅叻仔，之後喺網購領域攞到一定市場認同同口碑，但因為過分依賴華而不實嘅形象工程，忽略咗最基本嘅營運質素。綜合嚟講， HKTV Mall 嘅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。公司大量資金投放喺宣傳同廣告，但物流、客服、品質管理等核心運作方面卻嚴重不足，影響消費者體驗。管理層過分依賴領導人個人魅力，同時要求員工絕對服從，壓制合理意見，令決策出現偏差，難以改善公司內部問題。有限資源過度集中喺宣傳活動，而忽略前線員工同小商戶應有嘅支持，導致購物體驗惡化，物流與服務品質屢屢出問題。資源錯配，過度重視宣傳。HKTV Mall 喺地鐵鋪天蓋地做廣告，燒咗大量資金，但物流、客服、代客買送同品質管理未見同步提升。真正支撐平台運作嘅前線員工同基層商戶，反而因為資源傾斜而備受壓榨，結果送貨有問題，客服唔夠專業，甚至代購名牌都傳出假貨疑雲。呢種現象反映企業太過注重品牌曝光同形象塑造，但就忽略核心運營質素。管理風格與企業文化問題。王維基嘅管理風格極具爭議，一方面佢以挑戰自我、對抗巨企嘅英雄故事嚟塑造形象，另一方面佢又將唔盲目服從，甚至提出合理建議嘅員工視為阻力，質疑批判聲音受到壓抑，內部意見得唔到吸納，導致前線同核心部門人才流失。人人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輾轉形成愚忠文化，令到公司無法推動必要嘅改革，只能靠外部宣傳嚟維持形象，對市場同消費者體驗忽視。雖然外界覺得 HKTV Mall 代表香港創意同精神，但實際上消費者最直接感受到嘅係物流慢、客服敷衍，甚至假貨疑雲。呢種華而不實，往往嚟自企業過度追求短期市場效應，而忽略咗長遠基礎建設，只顧刷存在感，用重金宣傳造勢，卻冇建立成熟有效嘅後台系統，最終只會令用戶體驗每況愈下，影響品牌信譽。內部人事同組織結構唔公平。管理層形成咗小圈子，只係重用創意團隊，但係就對基層員工同獨立商戶採取薄彼厚此嘅態度。企業過度依賴高層個人魅力，忽略組織架構嘅公平性同專業性，呢一種模式可能令公司長遠發展受阻。HKTV Mall 嘅困境係一場由管理策略到企業文化全面失衡嘅反映。當企業過度迷信領導人過去嘅成功故事，而無視實際運營數據同基層問題，最終只會形成重形象輕實質。啲盲目捧高王維基嘅信徒，其實佢哋嘅吹捧，某程度上亦助長咗問題惡化。佢哋嘅掌聲無疑令到管理層過度關注形象宣傳同短期市場炒作，忽略運營效率同公正嘅內部管理，導致資源錯配、物流同客服不斷出問題，最終只會影響到市場口碑。HKTV Mall 早前宣布計劃喺英國開設無人店，本來計劃喺2022年底進軍英國市場。事實上 Amazon Fresh 已經喺英國搞緊無人店，但結賬形式一改再改，唔係營運成本太高，就係對顧客唔夠方便。HKTV Mall 係覺得當地仍然有市場空間，想分一杯羹，有信心做到比人哋更 user friendly， 定抑或只係出於黃先生一貫中意挑戰巨人嘅心態使然呢？面對巨人同時，法規亦都為佢哋帶嚟阻滯。香港行政效率喺世界上算係相當高效而快脆，相比起嚟，英國嘅技術審批同租賃安排就比較耐，所以直到而家佢哋都仲未有開店時間表。喺一個未知又唔熟地頭嘅領域，由零做起，好難想象英國無人店可以為 HKTV Mall 帶嚟幾多經濟貢獻。至於 HKTV Mall 日前話要繼續搞街市即日送，仲話要用9000萬去搞。陳大貓真係睇唔到呢一個代為買餸嘅板塊係有得做。
兩餸飯嘅爆紅已經打沉餐飲業，買一個兩餸飯盒，比自己煮成本更平，仲要慳到時間，甚至好多人已經索性唔煮，收工直頭買個飯盒返去就算。而家呢個時候仲堅持做代客買餸，可以接觸到嘅受眾，可能只有一班特別講求食得新鮮，又冇時間行街市嘅高端客戶。當前嘅現實係，唔講北上消費，而家香港人消費普遍降級，香港仲有幾多人係咁曲高和寡呢？